后来乡亲继续来挂高雄，进前有一个啉酒开车，刚弄到要过大路的一家口啊死的人，嘛甲人弄破一个幸福的家庭。37岁妈妈互弄死，爸爸甲2个查囝受重伤，即摆还搁伫个家护病房。2姊妹啊，阿公阿嬷惊因精神找无亲人会起惊，所以长时间拢毋敢转去，就安尼轮流坐伫个病院，走伫个病院。饭嘛食袂落去，规个人是消散落肉，互人看到是真毋甘。啊，为着要装这个医药费，嘛为着要填补家用，已经退休的阿嬷暗算要搁继续帮人剃头来趁钱。啊，市政府嘛已经发放慰问金，嘛希望外界会当甲这家伙仔斗3工。去年年底，一场啉酒赛车的车祸，互一个人过身，3个人受重伤。各当林爸爸含一对查某囝，拢还搁伫咧病院治疗。有民众最近就翕到阿嬷烦恼查某孙醒起来，找无人会惊，拢伫咧病院陪伴囡仔。阿妈自己以前都只有吃面包，她为了不让我担心，她就说：“我吃了啊，我吃了啊。”连我带去的东西，她其实一口都没动。饭也食袂落，讲食几啊嘴的胖，这个画面，互边的人看甲真毋甘。厝边头尾人嘛讲，真毋甘迄2个老的。3比8，精神啊都无好了，都开始有康复的时候，靠疼来，我们都不好意思问了，只是我们那时候都有在集气啊。发生事故了后，病院、殡仪馆含厝内4个床，食到这个火数啊，身体有影会挡袂牢。主要哥哥跟嫂嫂还是家里的经济支柱，那爸爸妈妈这边也都退休了，想要做这个募款的动作，希望就是减轻哥哥跟妈妈之间的负担这样子。70几岁阿嬷唔敢阁想过去的代志，伊整理徛喺1楼的美发的店面，希望做生意加赚一寡所费。先发9万块的慰问金，那同时也安排临托，让家属可以放心的在医院照顾家人。民众的一个捐款，我们也会转到我们的受害者的家属来协助他们。对这家伙仔的人来讲，未来的路也阁真远，就算真辛苦，嘛会甲巴结的。亲戚朋友透过外界帮忙，希望会当甲因斗3工，渡过难关。